受到卢比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中南部有局部的大雨，也就是豪雨。咱先来看昆林的大西乡，大雨不断，挖进到大排水沟的三合院，因为地势较低，大水来倒灌。在地人讲，只要落大雨就淹大水，这个雨特别大，安水门嘛无效，这个水是照常灌入去厝内。阁有一个88岁老阿嬷坐梯伫个门窗顶，这个门窗边拢是水。老阿嬷真无奈哦，伊讲只会当来等死。这个大西乡嘛因为落大雨做大水，县政府紧急来宣布，中昼12点开始停止上班上课。88岁阿嬷真惊嘛真无奈，因为大雨造成淹水，水强要淹到伊的面床顶。老阿嬷行动不便，目睭嘛无好。厝内人讲，因为门卡口嘛淹大水，只好等水较退，才来抱阿嬷离开房间。云林大西乡雨落甲真大，这间三合院规个拢积水，大门已经有防水门，不过水要是拢淹入来。拢进水哦。阿嬷穿雨鞋，行入来灶骹，水淹到阿嬷的骹头肤遮尔悬，家具拢浸伫水底。阿嬷甚至要摕碗摕来食早顿，拢爱浸伫水底。规间厝拢是水，客厅和房间嘛拢积水。厝主讲透早4点雨落甲真大，赶紧甲物件放较悬咧，捂甲规身躯寒。这场大雨，雨大西乡透早3点钟就累积117.5毫米的雨量，并且这间三合院嘛淹甲真惨，水强要淹过因兜的防水门。厝主讲，因为这个厝伫较低的所在，只要雨落甲较大、较久，就会淹水，互因头壳真痛。希望政府会使来斗3工改善这个排水设施。好，来乡亲啊。